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大路顶，竟然画一个亲像鱼仔骨、鱼仔翅的图线。长辈者讲实在看拢无，就要去请教里长。原来哦，这是咧呼吁驾驶行车减速的交通标线。里面摕画鱼线的图来向里长求助，详细甲看，原来是甲交通部今年7月发布的标志标线有关系。让开车的人能够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能够减速慢行。根据上新的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修正，其中一项就是伫咧弯路口画减速标线，互驾驶感觉路看起来是愈来愈滑，就会降低车速的效果，来维护人车通行安全。是一个车速比较过快的一些地段，然后交通局会去设置这个交通标线来提醒用路人要减速慢行。原本是想要利用路看起来变滑的触觉来互驾驶减速，不过袂少民众若是看无，搁颠倒掠准讲是要加速，惊互人开单。若新型的减速标线，未来会照各路段的需求甲环境评估来画，来提醒用路人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